今天呢就答覆善信一啲查詢，如何去求簽。咁而香港呢，大致呢就係有係黃大仙靈簽啦，呂祖師八仙裏邊嘅呂洞賓啊嘅靈簽啦，觀音靈簽啦，亦有關帝嘅靈簽，而比較少人得知嘅就係60太歲靈簽都有㗎，及斗母靈簽。斗母呢就係管60甲子萬星之母嘅斗母娘娘，係香港呢比較流行呢就係呂祖靈簽及黃大仙師靈簽。嗱，喺呢度呢就講解，尤其是喺小紅書呢就推崇得好緊要，廣州某一個道館呂祖靈簽排晒隊嘅。但喺呢度呢要話俾十方善信聽呢，要醒一醒。由於善信求簽呢一味熬個簽筒，咁其實求簽呢唔係撲杯，唔係掛杯，係叫卜杯。卜杯呢係用木製造咗一個谷竹形一個平底嘅杯，咁呢個杯呢我哋叫做卜杯。我純陽派呢卜杯呢就係兩隻平嘅冚落地下，我哋係唔係嘅，表示兩隻平嘅向天都係唔係，即係話你所求嘅事件係唔係，而一隻平底向天，一隻平底向地，咁叫做陰陽杯，即係聖杯。我哋常常稱呢卜杯呢係聖杯，就唔會叫慣杯嘅。嗱，首先喺呢度講解我哋純陽派嘅卜杯方式係1/2機會，因為兩隻杯平面向地，或者兩隻杯平面向天，都係引用筆，即係撈英文啊！講埋英文點學下人哋？我哋文化程度低啊，唔識好多英文。咁而一隻向天嘅平面，一隻向地嘅平面，咁叫做聖杯。咁我哋呢，逢係想請先聖賜示一啲嘢呢，我哋係要掟杯落地。掟杯都有一個規則㗎，你嘅籍貫啦，有結婚就跟老公啊，離咗婚就跟翻自己就係啦。咁首先呢，就係要稟自己嘅姓名啦、籍貫啦，恭請你邊位先聖臨壇，有事叩稟。因為點解要做呢個動作呢？呢個資料係好重要嘅，因為我想約某某大道長食餐晚飯，佢都唔係成日得閒啊。何況先聖就算好多個化身都好，佢唔會成日坐喺嗰個仙觀嗰度聽你去祈求一啲嘢噶嘛。所以我哋呢純陽派呢係要卜杯，可以掟3次。第一次聖杯就唔使掟後邊嗰2次啦。第一次掟唔係聖杯，可以掟第2次。第2次聖杯又係唔使掟第3次啦。好，最尾嗰次掟先係聖杯，就請得到某一位主神，你心中好仰慕
覺得佢幫到你嘅神仙，咁就係請到佢在位，就係品。譬如我張龍潮師傅番禺人士，廣東省番禺人士，沙灣古鎮，道號張龍潮，俗家姓名張連，懇請女祖師在位，有事叩品，請求先聖女祖師慈悲賜使。咁就掟3次杯，如果3次都冇一次係聖杯呢，連貫性冇3次都冇一次聖杯呢，即係話先聖運遊緊。因為你唔做呢個動作，你都唔知乜嘢小神仙、大神仙在位。喺呢度呢，全程都係講緊我哋純陽派點樣求籤之前掟杯、卜杯。好啦，請到先聖啦，咁你叩問啲嘢呢，就關乎嗰個善信嘅智慧，同埋佢講唔講到重點。喺呢度最緊要講俾大家聽，每一位先聖都有能力、法力，有求必應。嗱，呢4個字唔好曲解咗啊！喺香港已經曲解咗幾廿年噶啦，就係話有求必應，就講到呢，你求乜嘢都靈驗俾到你嘅。呢個係錯到加01噶，只係先聖聽到你嘅祈求，即係等於現金收唔收到？收唔收到？收到收到 ，over，引用埋英文啦，即係收到你嘅祈求，並不是答應俾你。嗱，呢度最緊要，好多愚昧嘅人以為去求某神仙就會得到有求必應驗，俾到你。呢個係錯到加01噶。如果樣樣都有求必應，唔合情唔合理嘅，咁我叫我啲孫唔好讀書啦，日日去求籤就係啦。所以求籤呢，只係一個先聖慈悲你嘅福慧福緣有幾多，你求嘅嘢合唔合情合理，而俾幾多你嘅，只係提示，溫馨提示。所以喺叩問先聖求籤呢，不能夠盡信，因為籤呢好多時呢挨去嗰邊解又似，挨去嗰邊解又似，咁而最理想呢就卜杯某一件事情，我應唔應該做？嚴重噶一個聖杯係唔夠，你可以用2個聖杯或者3個聖杯。如果呢件事都唔係好嚴重噶，咁你就1個聖杯，因應個人嘅決定。其實求籤拜神都係要正信，求先聖慈悲你開你智慧，有智慧就萬事通。例如有人求籤工作攞命啦，冇重點。嗱，開鋪又係工作喎，呢個地址識唔識嘛？開鋪又係工作喎，轉工又係工作喎。所以其實善信佢連一個重點啊都達唔到一個指標，神仙一定答到你。神仙係知道你個心諗乜嘢，但係佢出嚟嘅籤文呢，可能你去啲籤檔啊，或者自己解呢，挨嗰邊又似，挨嗰邊又似。所以注意，最緊要精簡你個題目。譬如我
想創業，我睇見一個鋪睇啱咗，問神仙呢個鋪適唔適合我做某某生意，或者我見咗份工好耐未有回音，或者我想轉工，就要將嗰個問題精結，攞到個重點去講嘢，叩問先成。例如有啲人求健康，食煙飲酒唔毒唔煎炸唔食，求咩健康啫？不如叫先生開你智慧，邊啲應該食，邊啲唔應該食，好過啦。好似有啲就問家宅，神仙話俾你聽掂，咁咪一家人都掂晒啊！神仙話你唔掂，咁一家人都唔掂。好似有啲人問流年，問家宅嘅流年，唔通話俾你聽家宅所有嘅流年今年都唔好，咁你咪成年唔安樂？所以喺求籤一定要搞清楚，神仙係你品少一樣嘢，佢都知嘅。最好就整理咗嗰個叩問個問號嗰件事件，簡而清。所以我成日都強調咧，籤拜神扶乩不能夠盡信，要理性。每一個人嗰個福緣嗰個智慧，落地喊三聲，好醜都命生成。好似有啲人叩問，即係有親戚，佢不能親身代個親戚問佢患病，點解會患病？唔需要問點解啦，係直頭問神仙，包括你扶乩又好，求籤又好，有乜嘢方法醫治到我個親戚個病？譬如佢急難入咗醫院，揾佢嘅籍貫啦、姓名啦，而家喺邊間醫院、邊座樓、邊層、幾多號床位，懇請先聖慈悲，有乜嘢方法幫到佢？係咁樣叩問噶嘛。而關於求籤呢，需唔需要好日呢？係不需要嘅，唔好日先至要拜神求籤。而神仙係會知道你嗰個壽元福慧有幾多，而你做過幾多善事善心正信正道，而俾翻幾多福慧你嘅。而你所求嘅嘢呢，有求必應，係收到，唔係必定俾你。所以呢，如果要叩問先聖，次時呢一定要卜杯，就唔係灌杯。卜杯請到先聖坐鎮臨壇，你先至可以達到有求必應，即係佢收到。以正視聽，俾大家一個參考價值資料啫。咁就以上嘅資料純粹係香港大埔華人街女祖觀純陽派嘅資料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喺呢度多謝大家收聽收睇，一帶一路並非口號。